那上一次你起来好一百个来的人呐，演讲词你的主委的，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困难。好，这个阿德嘎山，所以你好你有文化或是生活篇的过都那么比较生活化的，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那什么能他给你比个人的，但是麻烦那我在给他沟通，我烦那阿啥的。你dapat kama malicay kami at sikatsaw hanenta sa的tanam anini arumiat 把一个句子分好几句好几段我比那喊呢因为神路那后来神路帮助很好诶我们不是按照中文的次序这样翻过来一定可能会从中间可能会从后面哪一个字开始说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颜色让你去判断你会先讲哪一句话好所以hanau na mitani tanam ha mga idol sa ko kala licay niya itafakat si Katsao sa nanay ania tatayaan minanam kita hoi mga idol ko pinanam mita 这都个呀，可能我们是一小段一小段今天呢，有一个短文的内容不过mitilitan ko nananaman ni how sa mga idol kita sa teka anini tatarungan no nananaman ni na hari utali mi atop sa nay how mi atop sa nay kutsuti anini ay numitaan na naman sa matini maarawan numitaan no hulam hay 我的爸爸是部落的猎人那咯不同颜色我们就可以猜得出来你上路班扎kita icay ko ayaw taan semua 在过ayaw mita how 我的爸爸是部落的猎人这里妈妈那么过我们阿都拜努尼亚罗我们很少会这样直接翻我们可能会从后面开始翻我们会从后面开始翻所以我们就会用不同颜色来给大家来去判断什么呢mission bifali how 好 mga item sa tapang kita how 好sa tapang 从最简单的第一句开始 how 你按照最简单的我的爸爸是部落的猎人这边不会有很多的那个新词好猎人嘛，反正都给他读猎人好，嘛喊你的古猎人tanaman tahau mitka都给他们tanam今天有一个短篇的，希望我们能够把它今天把它练完。好，闽南南都给他好，我的爸爸是部落的猎人，南来好，好。好，当初ira tu kumapana aira，嗨，好。Sarakatai hau i chi mili panai当初嘛地理都可能mili panai hai 首先我们地理当初mili panai mi alupay ko mama numaku inyaro mi adupai ko mama numaku inyaro mi adupai ko mama numaku inyaro hai pertama to 那个书写的来书写你可以去念的吗喂，有听到吗？你念念看，嗨，你念念看。阿苏拜，
没听到，怎么样？哎，奇怪，是我的网络怪怪的。断讯了。Umi asupai no niaroku mama aku。好，对了，都可以。那么米粒这边我们通常会前面加一个 o， 这样，我们阿杜拜这样是做打猎的，我们阿杜拜姑妈妈阿姑，那书写的，我们阿杜拜努尼亚罗，他就是部落的猎人啊，我们阿杜拜努尼亚罗是部落的猎人，我的老爸。通常可能会用我们阿杜拜努尼亚罗，指自己的爸爸的话，可能会变成说自己的爸爸，我老爸。其妈妈阿姑这样。好，美惠，来你也写了，我看。可是上面还有一个人有写哦。这上面还有一个米粒前面哦，我还更快没有。好，还脑蜜哈，脑蜜，对对对，脑蜜，来猜一点，稍微脑蜜，你来念一下你的这一段。老师不好意思，我多一个句点。多一个句点，好。Umi asupai ci mama aku iniaro。哎，对，可以，可以，你这边的鸡也是对的。那个书写那边姑妈妈，我们通常可能会针对自己的爸爸，通常起妈妈阿姑，针对自己。对，应该是要用鸡才对。起妈妈阿姑，我的老爸，哎。好，美惠。Umi asupai ku mama aku iniaro。哎，这边够可以。我们阿杜拜起妈妈阿姑，老爸，我的自己的老爸，通常是起妈妈阿姑，我们阿杜拜起妈妈阿姑伊尼亚罗，所以针对自己的爸爸的，我们通常会起比较恰当。嗨，好，来，谢谢。那个数学已经马上就调整了哈，还起妈妈阿姑。好，小马。Umi alupai iniaro ku mama aku。好，马说多哈尼好，我们可能这边是对自己的老爸的话，我们是起妈妈阿姑，我们用鸡，好，用鸡起妈妈阿姑，好，我们通常是起妈妈阿姑，不是很多妈妈，就是只有你的老爸起妈妈阿姑，好，然后第二代号这个是比较简单，一开头。老师，我有个问题。嗨，请说。那个努，我是用努尼亚肉嘛？那如果他们用以尼亚肉，这样差别是？以尼亚在部落。所以我的翻译是部落的猎人啊，他们是猎人在部落。是这个意思吗？尼亚罗是在部落，我老爸是猎人。所以如果以这个中文的意思，是不是要用努尼亚肉比较好？也可以，努尼亚肉比较好，属于部落的，在部落，所以尼亚罗在部落有一个乌米阿杜拜伊尼亚罗，就是我老爸在部落里面是猎人，就是努尼亚罗是部落里面是属于打猎的，会打猎的人，所以比较恰当应该努尼亚罗，伊尼亚罗也都可以了，伊尼亚罗可以在部落里面这样，在部落里面，好，大概是这样。谢谢老师。还有吗？好，那我们就赶快到下一句哈，因为这一句蛮简单的哈，所以我们就这一开头就简单一点啊，就关于这个我的爸爸是部落的猎人，那我们会通常先讲后面啊，
哦，阿多拜努尼亚罗姑妈妈阿哥是属于在部落里面属于打猎的人。好，那下一句比较长一点点，嗨，我们会讲说，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和叔叔在晚上出门啊，在晚上出门啊，可能会在晚上出门，哦，那你会怎么讲？这小时候爸爸和，如果你先听完中文以后，你心里想，如果你用那个会讲阿美族的人，你会马上会先讲什么？第一句没有问题，妈妈好嘎哥可以。那后面中间这一句，爸爸和叔叔会在晚上出门。我们会讲哪一句？我们会妈妈好嘎哥，然后我们不会说爸爸叔叔会，我们一定会从后面那个字开始说。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讲在晚上出门前会先讲在晚上出门，谁呢？谁在晚上出门呢？是老爸跟法弟啊。然后他们出门的时候会带什么东西？这样。你会说啊，我小时候，我们按照阿妹说，我小时候在晚上的时候，爸爸叔叔出门去，带着猎刀和猎枪。猎刀，我们不必讲说真的是叫做猎刀，我们就是一般所说的刀子就对了。我们刀子怎么说？我们刀子就只是说，有人说像我们马泰安就有好湾啊，有的地方不叫好湾，有的地方叫 funus。那但是这个枪，我们通常都叫它是古旺啊，古旺啊，不晓得还有没的地方怎么称呼啊？我们枪叫古旺。好，书写写好了，蛮长的哦。嗨，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先，没关系啊，你先。Ika mangan aku masasak si mama aji fagi I sasaya mahawikis tu funus atau guang。好，我刚刚提醒说我们会爸爸和叔叔会在晚上出门，我们通常会我们会讲说晚上出门，爸爸和叔叔我们会这样说，我们会这样说会在晚上的时候啊出门出发，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出门出发。所以老师是用马林亚吗？还是对马林亚、马萨达、马林亚都可以啦，都可以，都可以。马林亚那是以莎莎亚放在前面了，还是放在前面？乌达达亚、古萨卡林亚讲，在晚上的时候出发马林亚，或是出门叫马萨达。在晚上的时间出门，乌萨卡萨达、乌萨卡林亚这样。
utataya ku sakasata ku sakalingat，谁出门呢？是谁却出门？老爸跟叔叔。所以你这边是一个忙。通常我们修古兰的时候就会加一个后，一个忙后这样，一个忙后这样，或者是用一个忙后，或者是修古兰的口气就有慢慢后这样，一个忙后有慢慢后这样，卡古这样，一个忙后卡古有慢慢后卡古。所以老师，你可以帮我再念一次吗？好，我在那边哈。通常我们通常就会说，比如说我的修古兰的口气是有当怎么有慢慢好嘎哥哦，大家呀哥萨嘎林阿你妈妈阿起发给。Utataya ko saka lingat 对 saka satak 和 saka lingat 谁呢？你妈妈阿起发给，然后不是空手出去，有带东西都会加那个供需的前面加一个字，叫起什么起什么什么起什么什么。期待咪还会记也对啊，咪期待咪还会记，咪还会记到 bonus atau uang 都对，这样。好，美惠也写了，我试试看哈。你念念看啊。Ika ho kaku lalaya ku sakalingas ni mama atau ni faki. Ni hawikir to funus atau kuang. OK， 对吗？很好，很好。通常我们就不会不会太多的你，美惠说，你妈妈阿多法基，好，不会说你妈妈阿多你法基，我们会把那个前面法基的前面的你，我们会就省略掉，你妈妈阿多法基这样，汉法基这样。哦，你妈妈阿多，你妈妈阿基法基，喊多就好了，法基这样。哦，没什么，不是大问题了，这个不是大问题呢。对，还美丽班奈也完工了，你们这次都很厉害哦。还首先呢，你妈妈好个个，杜拉拉呀，马萨拉吉妈妈阿吉法基，你好维基多好玩阿杜古旺。老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讲米哈基维？对呀，米哈基维的，米哈维期待，米哈维基，有的地方不一样哎。我们会讲米哈基维，好。你有的哈基维，米哈维基也有人这样说，哎，那个什么，我们很少用杜扎扎亚比较美丽，我们乌扎扎亚利用晚上乌扎扎亚。乌达扎亚古什么不会是杜达扎亚这样？那个杜达扎亚讲乌达扎亚这样，乌达扎亚马萨达，乌达扎亚古卡萨达也可以，乌达扎亚
所以你这边的词那边乌达达亚古嘎萨达也可以，你这边找一个词句哦，古那个古，或者乌达达亚古这样，乌达达亚古萨嘎萨达这样。哦，这边有这边的词句乌达达亚古萨嘎萨达。那个时候这边不是要你妈妈、其妈妈，不是你妈妈阿其啊，你妈妈阿其法基啊，你妈妈、其妈妈阿其法基，老爸跟法基。好，听到没有，米粒？你那个地方要修改。乌达达亚过萨卡萨达，你妈妈阿奇你妈妈阿奇法基啊。你好会给多好玩啊多光可以。好，脑密也完工了，来首先脑密。Kaku yo kaemang ho masasak I sasaya ci wama atu paki mihawiki tu awang atu kuwang。那个第一句哈，那个脑密第一句我们不会嘎咕油，我们不会用嘎咕油啊，把那个嘎咕放在那个后的后面，有嘎mang后嘎咕讲，有mang后嘎咕讲，masyarakat tu tataya。masyarakat tu tataya， 我们那个脑密那个 masyarakat tu tataya 起我妈阿杜法基也可以阿杜法基，可是我们不想用masyarakat i tataya masyarakat tu tataya。好，我修正，谢谢老师。好，好，米粒修改好了，我tataya不。kasadak ni mama aci faki， 你还会给到好玩啊，都古往啊，可以了。好，小问题了，因为我们不是很熟，有些习惯用语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念起来就怪怪，就觉得不顺。还。情绪这边是拿妈妈还是你妈妈？你妈妈。好，你妈妈阿奇法基。这边老师要不要逗点再加米哈维吉？要啊，这边它的一个句点结束啊。就是法基后面要加一个对逗点。古达达亚古嘎萨达你妈妈阿奇法基，然后才有你还会给到好玩啊都古往这样。好，脑密修改好了吼。来，我们看有个忙好个个对，乌达扎亚个卡萨达你妈妈阿奇法基，对，米哈维基多好玩阿多古往好嘛，他妈多。好看脑密的来，马萨达杜达扎亚，如果用都的话，这个你就不对。masyarakat tu tataya masyarakat tu tataya 你妈妈好，脑密，因为你用都后面没办法用你了呢。对，改还是鸡吗？如果是用都的话，就变masyarakat tu tataya 鸡妈妈阿都法基这样变成起妈妈的法基，因为前面是都。
如果是以撒撒亚，那后面要加什么？老师？那刚以撒撒亚还是起那起哇起还是以撒撒亚起妈妈阿多法基讲还是起？哦，好，老师，那我再修正。我是刚刚他们的是用你是因为他们用过嘎萨达你用过的，就是后面就是你。哦，你用好。过就是起。哦，因为那个主格不见了。对呀。好，老师，我修正，谢谢。好，这不错哦。好，那没改了哈。奇湾嘛多法基，米哈维基多哈湾多古旺，还没他妈多这样就可以了。多大家呀，这大多大家呀，奇湾嘛多法基，米哈维基多哈湾多古旺，这样可以。修正一点点就好了，因为那个语法的问题。其他的还有在练习吗？我们尽量练习，我们现在就尽量短短的，也可以参考别人，我们动手，打打字，就会多练几遍，多学习别人，我们就慢慢习惯。好，那他们都这边呢，那么嘞，等于行的几个档啊，谁档啊？那动手了以后，我们就会加强你的记忆。好。好，我们看哈。好，目前只有几个人在动手了吼，我们尽量练习了，不然你没机会练习。好，没关系，等一下慢慢跟着哈。我们碰到简单的，我们就尽量练习。来，我们就练习下一句哦。好，我们就要练习下一句。简单的，就这么短短的一句，看看练习，看看这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天亮的时候，他们就会带着什么东西猎到的猎物到怎么样回来了？这样，那我们用国语是这样说，那我们的习惯用语是怎么说？天亮的时候带回来，先带着什么东西？他们带着什么东西？天亮的时候，他们带着，我们先讲带把大陆马恩带回来，谁呢？谁带回来什么？是谁带回来？他们带回来什么东西？猎到的猎物，讲猎到的猎物，最后的是猎到的猎物。天亮的时候，他们带回来带回家什么？是谁带回家？他们带回家什么东西？猎到的猎物。那我们会怎么说？当天亮的时候，
带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他们，带回来了他们。不要被那个中文一直带的太多的字啊，你大概意思知道，他们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我们就用阿美语的表达方法是，他们带回来巴达鲁玛，巴达鲁玛，谁巴达鲁玛呢？那些打猎的人呢？然后呢，umang巴达鲁玛能啦，那么阿拉埃奈拉阿多班，那么阿拉埃奈拉，他们猎到的。那通常我们都是这样把这个中文把它跟成更白话一点。当天亮的时候，天亮是早上天亮，tanggal tu Koromiat, tanggal tu Koromiat。也有人叫做猎物是阿杜本，也有人直接就想说大妈这样，大妈，你猎到的那些都叫我去大妈嘎管你呢。好，书写写好了。好，书写你念念看你的内容。嗨。Ikanihalan minukay zangla patalumatu mi arupan。也可以了。minukai kaniharan 就是早上，一大清早起来 kaniharan。万一那天不是没有亮光呢？早上 kaniharan 是早上哦，起床一大早。我们现在是天亮了。好，minukai 回来了，他们回来了。nikai zangra pataluma to mi atupan 可以，他们带回来了他们的猎物。minukai 回家，他们 pataluma 带回来 to mi atupan 猎物可以，简单的说猎物。好，老师，那天亮可以怎么讲？很亮的 tanggal Koromiat yo tanggal to Koromiat yo tanggal to Koromiat。当天亮的时候，我刚不是用白话吗？当天亮的时候，当天亮 yo tanggal to Koromiat， 当天很亮的时候 yo tanggal to Koromiat。好，美丽。Tanggal tu Koromiat pataumaan tu naira ku mi alupan， mi alupan 我写错了。不等阿杜班。对。你不会只讲说
那个猎物啊，大马。哦，好。Pataluma antona ira kutama na ira也可以。Pataluma antona ira kutama 猎物。tu mi'atu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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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atupan 也可以。mi'al'aina ra'atupan 抓到的猎物，抓到的猎物。mi'al'ana ra'atupan 也可以，抓到的猎物。mi'al'ana ra'atupan 他们抓到的猎物。mi'al'ana ra'atupan 好，美惠也学好了，来。Ay, 哎， tangar to i orongan to ng rago, tama aminukay. orongan to ng orongan 要不要加一点哦 orongan 对对， orongan to ng ra orongan to ng rago tama aminukay 可以。他们用背的回来哦，很重。对啊，orongan，因为 orongan to tama， ng 我看 rago 对部落的时候都是用扛的，背着又扛的，还对，用背的扛的。 orongan to 气候如果很重两个人扛哦 lilisan to ng ra 扛的两个人一起 lilis 好， ，lilis 好，我修正。那是两个人扛着米 lilis 哦，哎，那一个人就是扛着。ajaari orongan kira tamuronganen 还老师，那个当啊怎么拼啊？因为好像大家拼的都不一样。因为它的方言语大二，我们学过了是大二，大二，大二。你听你用那个逗点大二啊，大二，大二，大二。你这大二了，不对，大二，你不用抖，你用点的大二就给它变大二。你用就大二三个大二三好个rumiat，然后呢，ira tu changra taluma ira ku atupai nangra atupen ira ku 他们直接带回来猎到的猎物就好了。他们带回来猎到的猎物吧。Pataluma antonang rakum Pataluma antonang ra 好，不是 irato changra 好，没有说他们来了。Pataluma antonang ra 就好了，不要 irato changra。他们直接回来，没有说有他们也回来，不要有。好，谢谢。他们就回来了啊。Pataluma antonang ra ko tama nang ra 也都可以。Pataluma antonang ra ko tama nang ra 才可以。好，米粒修改了。大二。那是那个我就用就好了，不要用那个。修正在底下。大二，好。大二，对，大二，不是有人叫大二吗？好，好那你们叫大二跳。好。因为小时候听到妈妈讲都是当啊。大二讲哦，好。对，还动啊。的音。哦，大二的声音哦。对啊，听到妈妈都是这样讲啊。那有些地区我们都大部分就是大二都过米啊，很好。信燕来说念念看你的内容。Yo manian to pataluma changira to tama aminukai。不是那个大妈，不是大妈啊的声音哦，大妈是猎到的物，好，所以你那个 tama 后面再加一点大妈，好。阿米努盖好，前面那个
有 manihar 是一早上嘛，有 manihar 多哦。Pataluma cairatu tama 那个啊加一点哦，tama minukai 好。好，tangat 啊，tangat 好，米粒是 tangal 那个少一个 n 哦，米粒呢少一个呢 ngat 的声音少一个呢 ng tangal to kurumiat patalumaan to na iraku mi atupan 好。老师，那个米粒的那个鲁骂是不是也是拼错？那个我看鲁米阿巴达鲁马少一个点呢、巴达鲁马恩巴达鲁马，那个点没有点到啊的声音，巴达鲁马恩都那伊拉是 L 吗？L 鲁骂不是鲁马啊，所以啊改为 L 马到后面加一点，米阿杜班。你阿多班好，美丽，你两个地方要修改哦。好，我们看，哎，没左，修好了，好，修改了，好，有当啊都修改好了，美惠也改好了，我当啊哦，你们是用啊，都过罗米啊，以orongan to nang ra ko tama minu改好，没左，哎呦。你看念念看，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没错。哎，挨好了，谢谢。哎呦，稀客。哎，别这样了。好，老师请多指教哈。没有。Pinukayan to tangal atza 那个西哈弄错了。Alami orong zang la to tama。哦。Pinukayan to i tangat atza 那个za 要修正。atza alami orong zang rato tama。那个我要说修正。好，那个梅佐。嗨。你要先说天亮了啦。哦，要说天亮了。对呀，天亮喽，他们才会回来。当啊你那在后面呢。不是该回家的时候，是因为天亮了他们才回来。是因为天亮了才会回来，不是该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天亮了才会走路比较看得到路。好，米粒修改好了哈。LM Luma to na iraku mi atupan hai tangal to kurumiat patalumaan to na iraku mi atupan hai。这都那个没错，你前面把天亮了先写哦，天亮了，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猎回沙tangal to kurumiat 讲。Patalumaan to na rako mi atupan ng ra 讲，这是我们口语化的说。用口语化来说就好了。好，当然都这么慢慢习惯怎么翻后，慢慢习惯要怎么翻。米法利兹怎么样？米法利兹，但是不要被那个中文卡住了。当听到一个中文的时候，马上用转换成我们的说法去说。什么那个米丹上路帮扎啊？好，建议你学好了在后面哦。
来听音的赶快来，你的念一下你刚刚写的，来林听音。好，takngal saho ko romial irato jangra taloma patalomaan ng rago ni alupan。好，很好，阿杜半 OK。好，淑珍。哪有情绪？看我的了是吗？还淑珍，你念看你的。好，takngal ko romial i panukayan to ng rago ni alupan tama。哦，那个我们打我们不可能我们不会打所以那个前面那个开头天亮那个地方那个点可以省略，就不必声音不会那么强。哦，我是看那个蔡宗翰的那个，我们就念不会这样念啊，不会那么用力，变成或是panukayan to naira ng rago mi adupan tama。好，很好，都很好。好，来情绪。好，那我们再写一题就要休息咯，我们就把这第一段好，我们先休息啊。我们第一段写完了，我们刚刚翻完第一段，那个这篇文章的第一小段我们翻完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8点整开始练习第2小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练第2小段。好，bahan kita hao。